每日搭車返工放工，一個月交通費閒閒地都成千蚊。你知唔知有張卡可以攞返最多1成半回贈？講緊嘅係 Citi 八達通白金卡，由花旗銀行發行，係一張內置八達通芯片嘅白金信用卡。首年豁免年費，其後每年年費1800蚊，不過可以申請豁免，年薪要求12萬蚊或以上。最大賣點係交通費用高達1成半回贈，涵蓋九巴、城巴、龍運巴士、港鐵、天星小輪同電車。回贈以八達通現金形式發放，自動用嚟抵消下次增值。揸車嘅朋友留意，將以通行戶口綁定呢張卡做自動繳費，當月符合簽賬門檻，隧道費就有5%現金回贈。基本回贈方面，每簽賬200蚊賺取1蚊八達通現金，相等於0.5個巴仙回贈。八達通自動增值嘅簽賬都計入基本回贈。信用卡內置八達通芯片，支援自動增值功能。當餘額不足時，系統會自動為你增值250蚊或者500蚊，唔使再排隊增值。要享用交通同隧道嘅高額回贈，每月需要用信用卡功能佔夠3000蚊非交通零售簽賬。記住，八達通都嘅消費同自動增值唔計入呢個門檻。新客戶成功申請，達成指定簽賬要求，可獲贈高達1600蚊獎賞或者精選家居電器。迎新優惠經常有更新，申請前記得睇清楚條款。交通1成半回贈每月上限係300蚊八達通現金，即係當你交通消費達到2000蚊，就已經用盡上限，超出嘅部分只會按基本0.5個巴仙計算。賺到嘅八達通現金累計滿50蚊，銀行會喺下個月賬單自動用嚟扣減八達通自動增值嘅欠款，完全唔需要手動換領，好方便。除咗交通回贈，呢張卡仲有購物保障，憑卡簽賬購物享有一定期限嘅保險，全球簽賬都有 Citibank 嘅限時餐飲同酒店優惠。同其他卡比較下， Citi 八達通白金卡交通回贈高達1成半，每月簽3000蚊門檻可達，回贈上限300蚊。Mox Credit 超市3%無上限，但交通冇特別回贈。渣打 Smart 指定商戶5%，但係有上限。A Explorer 機場貴賓室禮遇多，但年費較高。第一，每月3000蚊非交通零售門檻一定要達標，否則當月交通同隧道回贈會失效。用內置八達通都嘅消費唔計入門檻。第二，交通1成半回贈每月上限300蚊。如果你每月交通費超過2000蚊，超出部分得0.5個巴仙回贈。建議搭車量大的話，可以考慮用多張卡互補。第三，賺到嘅八達通現金只可以喺八達通自動增值時扣數，唔可以直接攞返現金或者用嚟找信用卡數。回贈會一直累積喺賬戶，直至你進行自動增值。呢張卡適合3類人：第一，每日搭巴士地鐵返工放工嘅通勤族；第二，經常揸車過隧道嘅駕駛人士；第三，想一張卡同時解決八達通同信用卡需要嘅用家。Citi 八達通白金卡交通回贈高達1成半，
內置八達通自動增值，迎新獎賞高達1600蚊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，按讚分享俾身邊親友。上 worldnews.com 瀏覽更多金融資訊。歡迎訂閱本頻道，或者上 worldnews.com 網站瀏覽更多金融資訊。我哋下次見。